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1，旧历的11月初8，礼拜4。后来乡亲啊，经过555天，今仔日开始总算会当甲喙罨拔掉了。今仔日开始，室外唔免阁挂喙罨啊。大学的校园有袂少的学生甲喙罨摕掉，阁有女学生今仔日专工早起床西装打扮。但是咧，这个转运站甲车头虽然已经来出站，大部分的民众也是甲喙罨挂掉咧。即摆这个喙罨的规定，室内也是爱继续挂哦。也毋过室内有一寡状况会当甲喙罨摕掉，像讲要翕相，像讲到 KTV 唱歌，像讲去迄种。真会甲喙罨创淡去的室内的场所等等，也毋过无一个一定的标准，嘛是犯人骑。大学校园内底学生下课时间拢咧开讲，毋过详细看袂少人无挂喙罨，就是因为今仔开始防疫各放令，室外毋免挂喙罨。我一直都不喜欢戴口罩，我觉得没什么差吧，想戴就戴着。我觉得很棒，我1年来第一次化妆。女学生懒得早起化妆，都是因为伫室外总算毋免挂喙罨，毋过来到转运站车站是安尼场景。客停车伫门口排班，上班族来来去去，虽然已经出站，不过大家喙罨要是挂条条。通勤上下班，在室内还是要戴嘛，所以下车就没打算要拿下来。戴习惯了都没差嘛，多多少少会戴啊。大家想法拢无同，毋过拄着庙宇拜拜西夜市啊，虽然是室外场合，毋过人较济，到底感觉需要挂喙罨？室内虽然无解除喙罨令，毋过指挥中心嘛有讲 KTV 唱歌或者是翕相，家己赛车车顶的乘客拢是带做伙亲人，或者是日起有可能喙罨会淡去的室内场所，比如讲航商蒸汽室等等，拢会当毋免挂喙罨。挂喙罨的标准伫倒位嘛，引起讨论。但如果说是在演唱会，即便是户外，如果人潮比较拥挤，那这种其实还是建议说要戴会比较好啦。像以后疫情大概就是判断成说，跟天气一样，如果说外面天气比较差，你当然是出门要携带雨具。所以说以后如果说你发现外面的疫情可能情况不太好，那你当然还是要戴下口罩。医生认为应该恢复自主防疫，不过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嘛提醒，说来元旦春节返乡潮疫情恐惊会阁压起来，要是加注意个人的防疫。